第14届 Box 风云榜颁奖典礼26日晚间7点在台北小巨蛋登场，豪华卡司包括金曲歌王萧敬腾、Jolin 蔡依林、韩流帝王 Super Junior、莫文蔚、王心凌、周兴哲等歌手助阵，超过50位艺人，让粉丝抢票抢翻天。蔡依林，老公，我的老公像人间烟火，璀璨发光，让我嗷哦嗷哦。穿着涂鸦风裤装带来新歌，天后蔡依林压轴登场。Box 风云榜颁奖典礼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，而韩流帝王 Super Junior 一现身，尖叫声更是快先掉小巨蛋，招牌华丽的打招呼时间也没少，还有歌手萧敬腾。萧敬腾，只能想念你，就放心去吧，祝你幸福和快乐自由的飞一身霸气皇帝装带来歌曲《只能想念你》等3首经典歌，虽然得了小感冒，但他扛起麦克风架飙高音，依然展现超强气势。莫文蔚，如果没有你，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金曲歌后莫文蔚则穿上一袭粉彩棉花糖色的礼服，衬托104公分的逆天美腿，高唱如果没有你，慢慢喜欢你等3首歌，以及歌手周兴哲。歌手周兴哲，如果雨之后，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。2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？歌手于文文，体面，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。世界电音 DJ Alan Walker 特别来台，还有王心凌、毕书尽、熊仔、谢和弦等超过50位艺人卖力演出，满足观众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。